Bilingual Speech Sponge。你係咪成日諗住我都想我仔女識多過一種語言啊？但係應該點開始呢？我講中文，爸爸講英文，屋企又成日轉嚟轉去，小朋友會唔會混亂㗎？係咪一定要一人一語㗎？定係要講夠一半時間先至叫做有效㗎？有好多家長呢，一開始就好有心，但係行到中途呢，就開始懷疑自己，係咪我教錯咗啊？點解小朋友淨係用英文覆我嘅？唔使擔心，其實好多家長都有同樣嘅困惑㗎。今日呢集呢，我就會同你逐步拆解最重要嘅雙語育兒重點，仲會俾啲實際例子你，幫你揾到最啱你家庭嘅方法。你好，我係澳洲執業雙語言語治療師 Chloe 黃慧玲。今日呢，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呢唔同嘅語言策略嘅。其實最主要咧語言策略咧就有4種嘅。咁第一種咧就叫做 One Person One Language， 一人一語啦。咩嚟嘅咧？咁就係每個照顧者啦，例如爸爸、媽咪或者係工人姐姐或者嫲嫲，都專門同小朋友用一種語言嘅。例如媽媽係講英文，爸爸講廣東話。如果每一個家長咧有自己嘅母語嘅話咧，就會好適合啦。呢一個方法咧，亦都係令到小朋友咧一開始就可以分辨清楚兩種甚至多種唔同嘅語言嘅。不過咧要注意啦，如果用呢一種方法嘅話咧，父母咧就要有共識啦，同小朋友相處嘅時候咧要保持一致，因為有時小朋友咧有可能會偏向一種語言嘅，但係唔代表嗰種語言策略係失敗嘅。爸爸媽媽之間溝通都可以用第三種語言嘅，例如用英文咁樣咯。第二個語言策略咧就係叫做 Minority Language at Home， 叫做少數語言喺屋企嗰度用嘅。咁嘅意思即係話咧，好似我哋啦喺社區嗰度咧就係講英文，可能我哋喺澳洲生活啦就講英文，咁屋企咧就講廣東話。呢啲咧就適合一啲想保存住佢哋家庭語言嘅家庭啦，同埋父母咧最少都識一種少數嘅語言嘅，例如好似廣東話咁樣嘅。但係咧要有心理準備啦，呢一種語言策略咧喺小朋友開始返學之後咧，英文咧慢慢會變咗做主導㗎。咁所以咧屋企咧係需要咧堅持有穩定嘅母語輸入，例如咧會講故事嘅時間啦、對話或者參加啲文化活動。喺研究顯示咧，呢一個策略咧對保持母語咧係最有效嘅。第三種語言策略咧就叫做 time and place， 即係按時間或者按情景去分語言嘅。咁即係話唔係邊個人講咩語言，而係根據時間場合去用唔同嘅語言。例如啦，平日我哋就講中文嘅，週末咧我哋就講英文，或者食飯時間咧我哋就講廣東話，臨瞓之前咧我哋就用英文講故事。呢一種咧嘅語言策略咧，都適合一啲家長咧自己本身識多過一種語言啦，同埋想俾小朋友接觸多種語言嘅。咁或者係父母本身都已經有共通語言啦，可能都係講廣東話或者講英文嘅，咁就係想引入第二或者第三種語言嘅。咁喺呢種情況咧，要注意咧就係要定清楚嘅語言規律啦，例如個活動分類啊、時間表係點啊。其實小朋友咧會適應得好快㗎，我哋轉換嘅時候咧可以溫柔咁提醒佢哋嘅。例如話俾佢哋聽，今日係廣東話嘅故事時間啦，咁所以媽咪而家會用廣東話同你講呢個故事嘅。咁呢一個語言策略咧，其實可以配合其他策略一齊用嘅，例如你可以一人一語加埋呢個 time and place 嘅。最後一種語言策略咧就係 two parents two languages 啊 2P2L。咁呢一種咧就係咧每個家長都會用2種語言去同小朋友講嘢嘅，即係有時爸爸就會又講英文又講廣東話，媽媽都係又講英文又講廣東話。咁呢一種咧就適合一啲家庭咧嘅父母都係2種語言都識用嘅，咁同埋屋企成日都混合幾種語言講嘅，咁小朋友咧亦都會喺呢個情況下咧可以好靈活咁樣接觸到唔同嘅語言同埋唔同嘅語境嘅。呢一種策略咧就要注意啦，就想確保小朋友咧有足夠嘅輸入。每一種語言咧就唔好偏頗咗一種啦。咁如果其中一種語言係學校語言，例如英文嘅話咧，咁家庭咧就要更加刻意咧輸入一個比較少接觸嘅語言，例如廣東話啦。呢個 2P2L 咧亦都可以同 time and place， 即係啱啱第3種策略一齊用嘅。例如睇書嘅時候，我哋就用中文；煮飯嘅時候咧，我哋就用英文，咁都得嘅。其實咧喺雙語育兒嘅路上咧，係真係咧可以話係好多困難啊。咁喺呢度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5個雙語育兒嘅小 tips 啦。第一個咧，其實就係最緊要咧係清楚你嘅語言目標，揾出你嘅家庭裡面你嘅語言資源係乜嘢。
我哋有小朋友之後咧，好多時都會諗，我哋想小朋友識邊啲語言，同埋去到咩程度嘅？呢個就係嗰個期望啦。如果你係想佢識聽同埋講廣東話同英文，唔使一定識佢寫嘅，咁其實咧每日同佢講啦廣東話啦，咁用下啲繪本啊，做下啲故事時間啊，日常生活用廣東話溝通啊，其實就已經足夠噶啦。但係如果你話想佢聽講讀寫都得嘅，將來可能要返香港讀書嘅，咁除咗講之外咧，其實每日可能就要用一啲有中文字繁體字嘅繪本同佢講故事啦，又可能要開始教下啲筆畫啊，平時可能亦都要用下啲中文字卡去配下啲遊戲，令到佢有呢個 print awareness， 即係佢嘅對個符號對個字形有個基本嘅概念咁樣嘅。同埋咧，我哋都要諗下咧，屋企咧其實邊一種語言咧係多啲時間嘅。咁例如媽咪係講廣東話，爸爸係講英文，爺爺就講國語。咁呢啲情況下咧，其實可以試下用一個一人一語嘅策略啦。每個人堅持用自己嘅語言同小朋友去溝通。咁週末嘅時候，如果爺爺幫手照顧小朋友啦，就可以用下啲國語嘅遊戲啊，同佢哋去做一啲語言刺激咯。咁第二個重點咧，就係咧，其實語言策略咧就真係策略嚟嘅啫，係隨時可以改㗎。可以根據你家庭嘅情況去改嘅，但係咧重點係一定要持續嘅。例如啦，起初咧屋企就諗住全部講晒廣東話啦，但係咧發現小朋友開始有啲抗拒喎，咁返咗學之後咧就淨係同你講英文啦。呢啲情況下咧其實都好 common 嘅。咁我哋可能可以將廣東話啦加入一啲遊戲時段，例如我哋加weekend 嘅廣東話早午餐，即係週末早午餐時間係用廣東話嘅，或者用一啲廣東話嘅繪本時間，令到咧呢個語言學習咧變成一個親子活動嘅，唔需要太過追求完美嘅對半語言輸入嘅，平衡先係最緊要嘅。例如咧，如果小朋友已經返英文幼稚園啦，喺英文嘅社區嗰度，每日都聽英文8個鐘啦 ，childcare 嗰度可能，咁其實喺屋企咧集中加強中文就夠㗎啦。建議咧就係同佢哋都係讀中文嘅繪本啦，每日用一啲中文去講一啲日常嘅活動，圍住同佢交流。譬如問佢着咩色嘅衫啊，你要着紅色定藍色啊等等。第三個 tips 咧就係咧，我哋咧非常建議家長咧係用你最自然嘅語言同小朋友去做交流嘅。咁因為咧，我哋最自然、最親切嘅語言咧，先至係最有個情感連結嘅。譬如媽媽話：我最舒服嘅語言其實真係廣東話嘅，咁你就用廣東話去同佢表達愛啦、唱歌啊、講故事啊，咁呢個情感咧其實係會更加直接嘅。同埋喺語言治療方面啦，我哋都會知道咧，就係家長如果用自己最流利嘅語言嘅話咧，其實你嘅詞彙量亦都會比較豐富嘅。另外一個例子可能爸爸係 ABC 嚟嘅，咁佢發現咧佢自己廣東話都係麻麻地嘅，咁呢啲情況咧，爸爸就可以用英文去表達啦，都唔需要咧好堅持話一定要用全部廣東話嘅，甚至乎佢可以係用英文加插粵語嘅詞語，或者係用粵語嘅句構加插一啲英文嘅詞語，咁都可以咧令到小朋友咧同佢建立一個語言嘅親密感嘅。第四個 tips 啦，就係啦，我哋嘅語言輸入咧，其實咧一定要係夠質量嘅。我哋嘅質量講緊咧，其實就係一個互動啦。遊戲同互動咧就好過淨係睇片嘅，因為有啲家長會問：其實我哋成日都俾佢睇 YouTube 㗎啦，咁都學到㗎啦。咁其實咧，每日同佢講對話15分鐘嘅粵語咧，做下啲角色扮演啊，唱下歌啊，一啲互動性強嘅活動咧，其實咧就會比起睇 YouTube 或者睇一啲卡通片咧係更加有效嘅。我可以建議家長啦，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做下啲角色扮演嘅遊戲啦。譬如你扮下媽咪買餸啦，你扮街市嗰個姐姐啦，咁我又扮下醫生啦，你扮病人啦。咁喺呢啲角色對話裏面咧，其實就自然可以加入到一啲唔同嘅詞彙啦。例如你會問佢有邊度唔舒服啊？咁肚仔唔舒服咁樣，咁呢啲就會係好自然嘅環境啦。咁亦都可以試下扮下士多啦，買餸，用廣東話去買下餅乾啊、蘋果啊等等嘅唔同嘅食物啦。咁可以小朋友就可以了解到嗰個食物嘅中文名係乜嘢啦。咁最後一個 tips 咧，其實就係雙語嘅育兒之路咧，係唔需要自己一個人喺度捱嘅。好多時咧，我哋好建議大家揾支援，做下啲引導，同埋咧 be flexible，
真係我哋咧建立語言咧，其實真係好需要一個支持網絡㗎。淨係靠媽咪或者淨係靠爸爸媽咪兩個人係比較辛苦去堅持嘅。可以揾多啲同路人一齊啦，例如咧好似我哋墨爾本啦，會有廣東話講故事時間啦 Canton B 啦，或者大家如果喺你個區嗰度冇一啲母語嘅或者廣東話嘅一啲故事時間嘅話，你可以揾幾個母語家庭一齊做啲廣東話小組啦，咁輪流玩下遊戲啊，講下故事啊，帶啲書本嚟讀下，一齊聽下，畫下畫啊。有時咧啲文化中心啊，或者附近啲大嘅埠啦，即係大嘅城市咧，其實都可能會有一啲廣東話嘅語言活動啊、中文班啊、唱歌啊等等嘅。咁其實呢啲都好鼓勵大家去參加咯。另外咧就係兄弟姊妹之間嘅語言啦。咁呢個咧就係好多時家長會講噶啦。一個咧就比較容易啦，好似佢都會識聽啦。第一個頭一個，但係第二個開始咧就講晒英文啊，放棄啦，好辛苦啊咁樣。其實係即係都好明白㗎，好正常嘅一個情況。因為哥哥咧同妹妹之間或者兄弟姊妹之間咧，佢係比較自然地可能會用咗學校嘅語言啦、同輩嘅語言啦，去用英文咁樣就互相交流嘅。咁呢個情況下咧，可能我哋有少少 tricks 啊，可以俾一個哥哥或者姐姐做一個老師嘅角色，去獎勵佢、鼓勵佢教妹妹中文。譬如話你今次教妹妹5個顏色字啦，咁我哋畫出嚟，等佢做小老師。咁有時咧兄弟姊妹之間咧玩角色扮演咧，其實可能會混合咗唔同嘅語言方式講嘢嘅。可能佢會用英文，跟住有時又用下廣東話，主要用英文咁樣啦。其實家長咧就唔需要夾硬去矯正佢嘅，可以咧混入佢哋，同佢哋一齊陪玩，令到佢哋可以用一啲完整嘅句子去重複嘅。例如話係啊，隻狗狗係 brown， 隻狗狗係啡色㗎，啡色嘅英文係 brown 咁樣咯。同埋咧語言策略咧係真係會變嘅。有時覺得一個語言策略好似唔係太 work 咯喎，咁可能就可以再轉下用下第二個語言策略啦。可能小朋友已經或者你自己覺得已經都幾辛苦咯喎，唔可以成日都用廣東話咯喎，有時都要用下英文咯喎。咁你可以加入嗰個 time and place 嘅 strategies 啦，即係講廣東話嘅時間變成係story reading time， 就係嗰個親子共讀嘅時候一齊去用廣東話。咁最緊要係堅持，唔好放棄咯。同埋家長之間咧個共識咧同溝通咧都係好重要㗎。如果咧爸爸唔識得講媽媽嘅語言，但係爸爸都支持佢用呢個語言去教小朋友咧，咁其實就非常之好嘅。咁媽咪咧就可以鼓勵小朋友去教返爸爸添，亦都可以叫爸爸將一啲基本詞語學好啦，例如你好啊，我愛你啊呢一啲，咁等爸爸都可以參與喺媽咪同小朋友嘅1對1互動當中啦。咁有時咧有啲家長就話用自己嘅語言，好似我老公可能係講德文㗎，我如果同佢講廣東話咧，爸爸會覺得好似好疏離咁樣喎。咁呢個情況下咧就可以用下1對1嘅時間啦。1對1嘅時間，你同小朋友就講廣東話啦，咁爸爸同小朋友1對1嘅時間就講德文啦。家庭嘅時間咧就試下用共同語言啦，都唔需要樣樣嘢咧翻譯嘅，彼此舒服咁就 OK 㗎啦。最後啦，語言啦係家庭嘅禮物，唔一定要一步到位嘅，策略都唔需要一定完美嘅。只要你願意開始，慢慢建立互動同埋習慣，有連結咧，語言自然就會成長㗎啦。如果你鍾意呢一集咧，記得 follow 我哋嘅頻道，留個5星評分啦，或者分享俾你身邊有同樣移民嘅家庭。下一集咧，我哋會講下喺冇語言環境情況下點樣 keep 住小朋友講中文啊！我會俾幾個你唔使搬返去香港都可以做到嘅方法，記得唔好錯過啦！咁下一集我哋再嚟專業拆細啲，輕鬆話你知，拜拜。